我想請你試下而家停低碌緊電話嘅手指，花30秒同我一齊思考一個問題，一個好簡單但好少人真正探究過嘅問題，就係當你聽到斑塊 plague 呢兩個字嘅時候，你腦海裏面第一個浮現嘅畫面係乜嘢？呢一瞬間，90%嘅人都會聯想到牙醫診所，嗰個係我哋好熟悉嘅場面，呢啲好刺耳嘅洗牙聲、啷口水、牙石，仲有牙醫口中反覆咁樣講嘅牙菌斑。喺我哋嘅認知當中，斑塊幾乎就係牙齒問題嘅代名詞，係口腔衛生嘅一個小瑕疵。但係而家，我想請你試下將個鏡頭慢慢拉遠，由牙醫診所移到去一個更加嚴肅或者係嚴重嘅地方，就係醫院嘅心臟科加護病房。如果我話俾你聽，心臟科嘅醫生用嚟形容塞住我哋血管，引發心肌梗塞，導致中風，甚至喺一瞬間攞你命嘅致命物質，用嘅竟然係一模一樣嘅兩個字，都係斑塊。呢一個唔係翻譯上面嘅巧合，亦都唔係醫學名詞當中有匱乏。喺英文裏面，牙菌斑係 dental plague， 動脈斑塊係 arterial plague， 佢哋共享住同一個核心嘅詞彙 plague。呢一刻，你係咪開始覺得有啲唔係咁尋常？點解一個出現喺微不足道嘅牙齒表面，但另一個卻深藏喺維持生命嘅血管，或者更準確係動脈嘅深處？呢兩個睇似風馬牛不相及嘅器官，一個係口，一個係心，點解都會被冠上相同嘅病理名稱呢？呢個唔僅僅係一個語言學上面嘅問題，更係一個俾醫學界追問咗好耐嘅謎團。而呢一個謎團嘅答案，可能會徹底顛覆你對心臟病嘅傳統理解。時間去返2011年，即係差唔多14-15年前，權威科學期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 PNAS 發表咗一項突破性嘅研究。呢一項嘅研究嘅目的好直接，但亦都好大膽。佢哋想知道嗰啲棘喺心臟病患者動脈裏面嘅斑塊到底係由乜嘢組成嘅。研究團隊利用精密嘅 16S rRNA 基因定序嘅技術，深入分析咗動脈粥樣硬化患者嘅血管斑塊。佢哋預期會見到膽固醇、脂肪、鈣化物質，因為呢啲都係教科書上面嘅標準答案。然而，檢測結果係震撼咗當時嘅醫學界。因為佢哋喺深埋喺血管壁嘅斑塊裏面，竟然揾到嘅係細菌嘅 DNA。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嘅係，經過比對之後發現，呢啲細菌竟然係我哋口腔裏面最常見嘅菌種，例如鏈球菌屬、韋榮氏球菌屬。呢一個發現呢，簡直好似係一個平靜嘅湖，抌咗一粒巨石落去，激起千重浪。
佢話咗一個我哋冇辦法迴避嘅事實：動脈斑塊絕對唔只係一堆膽固醇，因為你食得太油，而佢無意之間堆積咗喺血管壁上邊。佢更加似係一個戰場，一個涉及微生物入侵、免疫系統反擊，以及身體長期處於慢性發炎狀態之下嘅複雜嘅生物過程。嗰啲原本應該留喺口腔裏面嘅細菌，唔知道用咗啲咩方法、乜嘢路徑，穿過咗身體嘅防線，最終喺你嘅心臟嘅血管裏面安營紮寨，留低咗佢哋嘅痕跡。所以當我哋今日再次討論刷牙或者洗牙嘅時候，我哋談論嘅唔單止係令到口氣清新或者會唔會蛀牙嘅問題，我哋正喺度面對緊嘅係身體系統與系統之間嗰個長期被忽視嘅隱密嘅連結。如果牙齒上面嘅斑塊同血管裏面嘅斑塊本質上邊都係身體對某種失衡環境嘅反應，咁我哋一直以嚟將身體分科治之，牙痛睇牙科，心痛睇心臟科，呢一種嘅思維會唔會太過片面？呢個係我哋嘅探索之旅嘅第一步。喺嚟緊呢幾日，我想請你同我一齊，好似剝洋蔥咁樣，一層一層撇開呢個關於發炎、防禦以及身體智慧嘅故事。我哋會發現身體從來都唔講大話，佢只係用咗一種我哋冇辦法聽得明嘅語言，例如產生斑塊，嚟向我哋發出求救訊息。而我認為讀懂呢個訊息，可能係我哋能夠為我哋自己嘅健康所做最緊要嘅一件事。我哋聽日再見。